国军去年实施快速反应射击，官兵都爱行步枪，哪行哪往3种姿势来射击，而且枪支若是卡掉咧，嘛会晓处理，符合作战实际情形。这个规套的动作爱伫咧105秒以内完成。陆军证实，月底入伍的这批役男，第6礼拜会做这项训练来提升战力。模拟战方射击行动，官兵真紧刷加遮蔽的所在，用规立这个射击动作开枪。国军去年对外电视快速反应射击，佮符合实战化作战，官兵喺提步枪为125公尺开始走，提枪超过10公尺、25公尺的障碍物了后起标，各走25公尺到射击线伫掩体了后，行规拍3种姿势向75公尺的目标射击，并正式踏入1年级义务役的身份。新兵入伍之后的第3个阶段，大约是在第6周到第7周之间进行。新兵必须先完成射击的基础训练，在经过班长合格签证之后才能上场。负责提前快走、调节呼吸、强化官兵心肺能力。射击标靶也区分一规主靶、拍主靶、掩体后靶考验射击精准度。各加入排除卡弹的状况，整套快速反应射击训练爱伫105秒内完成，打造战力强的合格步枪兵。青年日报报道，干部已经练好1.5秒瞄准开火。士兵呢，在射击完毕之后呢，他快速上换弹夹的能力哈，这个时间点其实都有在算的，其实越短越好。那其实这个方式呢，其实志愿役官兵做得到，义务役官兵做得到吗？可以，要经过不断的训练。那这个传统定点拍摄，强加甲实际作战脱钩。专家认为，学快速反应射击对应用多边战场环境有帮助。国军应该予役人加拍实弹。国防部规划，每一个人每年至少应拍1000发，提悬训练及格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